地人在地前继续要来看台中这位行唔知路的阿嬷，竟然已经是116岁了。台中的警方接到民众的报案，讲看到一个老阿嬷伫路里乱踅。这个警察赶到现场，发现阿嬷一个人塞着轮椅，虽然行唔知路，但是头壳还阁真清楚，阁会当背出着厝内底的电话。更加互人带一条的是，远近一个查者发现讲，这个看起来亲像80岁阿嬷，竟然是清朝末年，也就是民国前7年生。今年已经116岁，是全台湾第2悬，嘛是台中市第1高龄的国宝级的人士。找无路的阿嬷去互关警看的过段路，要入去派出所进前，爬楼梯的时阵就还阁人扶咧，但是行路真在真健康。入去派出所，阿嬷甲证件摕出来，现场的环境全部拢带一条，因为外表看起来70-80岁的伊，健保卡顶悬是写民国前7年出世，算算的今年已经116岁啊。很惊讶，因为从外表看起来，他大概就是像大概80岁左右而已。搁互环境带到的是阿嬷的厝，离伊去互发现的所在有4公里。116岁，一个人塞轮椅，透中岛，行遐尼久。后来联络到他媳妇过来哦，那其实感觉他外表跟媳妇其实相差没有很多岁哦。民政局表示，这位阿嬷116岁，是全台湾第2灯会上的台中第1。去年的中央节，市长卢秀燕还阁去甲拜访，当时阿嬷阁讲，厝内底的人拢无爱互伊出门。这摆阿嬷是家己出门买物件，结果我唔着路。警方提醒讲，厝内底若是有老大人，会当申请预防走无去的卡片，写联络的方式，互老大人查咧。若是找无路的时阵，就会当联络到厝内底的人来甲带回去。